关心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水汽较侪，尤其是宜兰，雨一直落，阁落袂细。到早起的11点为止，苏澳累计的雨量冲破到771毫米。除了部分的路面来积水，嘛因为落雨路骨，这国道5号有货卡车弄互人来并车大塞车，加在车顶2个人只是轻伤。明仔载开始连续3天拢会出日头，高温有机会来到31度。讲若要洗衫晒被，就要把握拜4到拜6的好天气，因为到礼拜日会阁开始来透东北季风，加上南海的水汽会起来，到时阵北部甲东半部要阁开始落雨咯。车辆要倒伫路中，车身毛器变形，车顶的物件佮有零件散了，看会出拢甲真食力。这件车祸意外发生伫国道5号上北33.2公里处，透早9点外，一台小货车敢若是因为落雨出去，家己弄着，加在车顶2个人意识真清楚，家己爬出来，送病院了后伤势嘛真稳定。叫嘛随出动来处理，佮请吊车甲毁损的车辆拖走，国道才恢复正常通行。毋过，宜兰省大雨影响塞车的实线，塞车上路爱真细致，市区的路啊嘛出现积水。这2天台湾附近的水汽真济，这方面的宜兰受到上大影响。今日半暝12点到透早11点为止，苏澳镇累积771毫米的雨量，民众一透早出门真危险。毋过好佳在气象局估计过昼了后雨就会较回。拜4开始水汽会减少，拜5、拜6各地拢会恢复好天，高温会当来到30度左右。毋过礼拜开始，东北季风阁会增强，估计北部东部会转凉，嘛转做会落雨的天气形态。后礼拜1、拜2，东北季风影响，加上南风混合刷去北平，水汽较济，阁爱防止会上大雨，所以要提醒大家未来天气变化较大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